Hello，大家好，我係夢回養髮嘉琪姐，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由於舊年年尾咧，鋪頭嘅業務比較繁忙，抽唔到時間拍視頻，所以咧以後咧嘉琪姐會盡量抽時間同大家一齊分享下關於養髮嘅小知識。今日咧要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成日喺屋企日日洗頭。保護頭皮健康嘅一個良好習慣就係定期要去養髮館做一次頭療，因為你喺屋企洗頭根本就洗唔乾淨。我哋個頭皮上面咧係有3層嘅垃圾，係你睇唔到又洗唔甩嘅。咁呢3樣嘅垃圾究竟係乜嘢呢？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下。首先第一層就係喺頭皮表皮嘅油垢膜垃圾。空氣入咗嘅汽車個廢氣、灰塵混合埋頭皮皮脂腺分泌嘅油脂，會牢牢黐喺你個頭皮度，形成一層好頑固嘅油垢膜。我哋喺屋企洗頭咧，只可以洗走表面嘅浮塵，呢一層膜咧會死塞住你個毛囊口，時間耐咗咧，頭皮只會越洗越油。咁第二層咧就係毛囊淺層嘅頑固垃圾。呢層垃圾咧藏喺你頭皮入邊，肉眼根本係睇唔到嘅。一係頭皮咧代謝嘅老廢物質會卡喺毛囊個頭皮同埋虛縫入邊，唔會自己甩嘅。而洗頭嘅洗頭水殘留、髮膠、膠嘢等造型產品嘅化學成分會長時間堆積喺你毛囊入邊，直接令個頭皮咧變得好敏感，一拗就紅，成日痕癢嘅。呢啲都係頭皮嘅喺度抗議緊。第三層亦都係最傷頭皮、最影響毛囊生存嘅根源垃圾，佢收藏喺你毛囊最入邊，全部都係頭皮細胞代謝嘅廢物同塵渣。如果再加埋馬拉色菌咧，咁類似嘅生物滋生咧就會不斷嘅刺激毛囊，令毛囊咧係慢慢嘅萎縮。要知道頭髮嘅營養全部都係靠毛囊吸收嘅。如果你個毛囊根部俾塞死，咁就算你用幾貴嘅護髮素、幾好嘅生髮產品，你都係吸收唔到，係入唔到去，所以頭髮咧只會越嚟越少，甩髮咧就會越嚟越嚴重。講到底咧，呢3層嘅垃圾，你喺屋企洗頭根本係冇辦法徹底清走嘅。想頭皮健康、頭髮清爽咧，係唔想甩頭髮，一定要記住，要去專業嘅養髮店做專業嘅頭皮深層清潔，由根源清理垃圾，先可以養出健康頭皮同強韌嘅秀髮。記得點讚關注哦。